的所有的朋友，为着咱的母语，咱大家做伙来拍拼，互咱的母亲台湾充满丰富的文化以外迄个水，甲这款的语言的溃烂，会当整合咱大家人做伙来拍拼。感谢。希望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。记得非常的辛苦，非常大的心力。恭喜方小姐看病的时候，因为听不懂一些母语，没有办法。定来去着人拢唔讲，啊你拼台语、拼客语、拼外语，拼到要死。啊，这语言就要挑伊讲9个话啦吼。我来讲啦，讲今仔是电脑网络的时代，你一个语言有电脑有网络的工具，一定9个话，吼。所以我伫这甲大家保证，台语大家来拼，一定9个话；客语大家来拼。我客语一定嘛，足侪人客家人来搭把手啦吼，了已经叫一寡吼，因为这除了建立当中爱有客家人本身吼。啊，刷咧原住民语共款，不论咧毛带共款会出来，吼。安尼落了后，若讲国9个话，吼，我会甲黄世坚共款去跳海吼。啊啦，唔好叫我即马跳啊，大金再来跳啦吼。啊，我意思就是讲，大家来拍拼，这一定9个话啦吼。多谢。好啦，多谢李先生，多谢。安如说，苏梦怡。啊，多谢马路美丽，还个是吴琳娜。我是九英台，三员外名哩，我是姑娘，我是你。你叫啥物名？我叫李青，啊你呢？我叫苏九。我敬你为兄，我敬你啊。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，啊，这样呼吁啊，我们每个人要讲自己的母语，啊，河洛人讲河洛话，客人讲客话，原住民各种的族群讲各种的话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觉醒。当然我，啊，在座有几位年纪好像比我大一点的，还有年纪比我跟我一样的，还有年轻一点的，啊，这辈人过去了，大概。这个母语也都跟着进入坟墓了啦。是代表我们母语的推广正在发芽。庄陈叶秀女士，呢條得獎係一種前提，它係一隻鼓勵，喺為了所有人哋得獎嘅編輯同樣，所以嗰個什麼跟推廣人哋母語發同，心川、心內川。通信共商，希望人哋所有嘅客家子弟，讓佢共融提出來，用心嚟推廣人哋客家嘅文化，使得人哋客家文化能有了其他嘅族群語言共融、共存、共融，將這樣嘅話，區別人哋推翻一隻快樂、幸福嘅土地上。非常的贡献卓著好好的升学，因为家境的关系，但是恭喜李先生。希望我们原住民的母语更广，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也能够学习到更多原住民的话，我们的传承下来的我们的才艺，还有我们的歌舞美妙的歌声，能够传给他们。
伫世界内面，我相信吼，啊，李教授可能知影，全世界就是讲有迄个叫打压要死的族群，啊，伊的文语言佫会当做严肃的文作作。我想这咱台湾的这话应该同你骄傲啦，同你骄傲，这是咱拍的。啊，我知影教无最近唔係講台語爾咧，今年嘛開始對這個語文哦，這個作文的練習，攏有咧辦緊實惠。我相信吼啊，你若有做吼啊，會當甲我兼會大家吼，我相信每一個團體攏認過來去做。谢谢。最後一個呢，這5個得獎的團體。啊，咱上重要是愛傳承咱的母語，互每一個民族啊存在佇每一個所在。啊，台灣是一個美麗島嶼，啊，咱台灣有10幾種的族群也去佇這個所在。啊，多元的文化，多元的種族，大家好好三角徛起，來起造這個美麗的土地。在推廣母語的過程當中，這些人士的貢獻呢，是最大的動力。